伊朗为了要保护美军的攻击，伫半暝啊用飞弹攻击伊的美军基地。伊朗的国内伫刚刚也发生地动，以及着176人死亡的飞安事故。蔡英文航空是望军总司令蔡英文讲卖替国军讲生笑，韩国陆防也讲捌申请移民，伊也出面陪会。日本心理障碍安养院杀人事件，法院伫咧审理的时阵，嫌犯说雄雄起笑，暂停审理。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过车北AM 新闻》，我是嘉豪。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到国际新闻。为着要保护美军去空袭伊朗，伊朗伫车北半暝啊用飞弹攻击美军伫伊拉克的2个基地，也予中东地区的情势是愈来愈紧张。美国总统 Trump 也伫网络发表文章，讲目前的状况是真好。不过，伊朗表示，因的攻击已经造成美军的伤亡，国际形势未堪的战火无情，也予国际金啊甲石油继续是一声就唱悬。世界拢有爆炸声，伊朗革命卫队伫咧当地时间车北半暝点半时阵，对美军伫咧伊拉克阿萨德甲艾比尔空军基地发射真侪粒导弹，而且甲行动代号号名做列苏苏莱曼尼，就是要保护美军车上用无人机伫咧伊拉克台革命卫队设下军指挥官苏莱曼尼。伊朗国营电视台阁讲，革命卫队上无已经甲80个美军拍死啊。موشک‌های سپاه پاسداران به مناطق حساس پایگاه عین الاسد و کشته شدن حداقل 80 نفر از نظامیان تروریست آمریکایی. 苏莱曼尼的丧礼初暗时伫咧伊朗举办，一直到车北透早，虽无发生真严重打着人的意外，造成50外个人死亡。不过伊朗也是坚持要开始反击。伊拉克军方车北声明，上少有17粒伊朗的导弹去拍着阿萨德空军基地，5粒拍着艾比尔空军基地。伊朗外长伫咧飞弹攻击了后发推文表示，伊朗的行动是自我防卫，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第51条，目的毋是要引起战争，是要防止外来的侵犯。伊朗通信部长阁真愤慨发文讲，爱美国对中东地区来离开。伊拉克美军基地去予伊朗攻击，美国总统川普真难得无去批评，颠倒是破文表示一切安全，也阁伫咧进行状况的评估，而且会伫咧美国时间车北早起发表声明。若是伫咧伊朗的报复攻击进程，川普车前阁伫咧白宫强调讲，美国目前绝对袂对伊拉克撤军。I think we've done a fantastic job, but eventually we want to be able to let Iraq run its own affairs, and that's very important. So at some point we want to get out, but this isn't the right point. 美国国防部估计，伊朗目前超有2000粒导弹，即个发射的是改良了的法塔赫100型，还佫有奇亚姆1型的导弹，射程分别是300甲800公里。奇亚姆1型的导弹是专门针对中东的美军基地。伊朗革命卫队伫咧声明当中强调讲，车北攻击敢若是第一步行动，若是其他的中东国家变做美国入侵伊朗的平台，嘛会去伊朗来锁定。国际部分嘛，因为中东战争的关系，车北国际金价甲油价嘛拢来起。记者综合报道。伊朗虽然攻击伫伊拉克的美军基地，不过过无偌久，伊朗的国内就发生2件的灾情。一个是伫咧半暝3点外发生规模4.9的地动，而且这个地动是真靠近西南部的核电厂。另外，透早6点外，有一台要飞去乌克兰的飞行机起飞无偌久，随摔落来，顶头176位的旅客是全部死亡。因为坠机现场顶面有直升机伫咧飞，地面的搜救人员必须大声喊，才有法度彼此来说明清理现场的相关的代志。یک فروند هواپیمای مسافربری بوئینگ 737 متعلق به خطوط هوایی اوکراین پس از برخاستن از فرودگاه امام خمینی دچار نقص فنی شد و سقوط کرد. 外电引用伊朗民航单位的资料指出，失事班机顶面除了9名机组员，也有167名的旅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在空难了后，对罹难者甲家属表示哀悼。失事的 PS752航班是乌克兰国际航空营运的波音737-800客机。这型客机上早在1998年正式营运，全球上最保有超过5000架这型客机执行任务。到即阵虽然已经超过20年，英国8号坠毁的班机机龄只有大约3年半，失事原因也有待调查。抑阁麻烦的是，制造商的美国波音公司已经讲要来协助伊朗的民航单位，却是因为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无法度直接提供必要资讯，造成事后调查的困扰。
就早前发生 AM4.9的地震，东涌所在的普拉祖站离核电厂所在的布舍尼大约70公里，东湾深度估计是10公里，属有近千层的地震。外电引用专家的话讲，对地震规模甲地点来看，这摆地震属有正常的地壳能量释放，甲美国伊朗中间的军事对峙无关联。也无除了时机敏感，地震瓦近核电厂，深受辐射物质也引发外界议论。记者综合报道。准无到几日就要选举啊！民进党的正副总统候选人总统蔡英文甲赖清德在今仔日继续用车队派票。蔡英文是继续呼吁民众爱回去故乡投票。另外，韩国瑜批评蔡英文是盟军总司令，蔡英文也认为讲无应该把国军的代志提出来讲生笑。赖清德也强调讲，台湾袂当变作是第二个香港。小英。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专带车队扫街来到彰化，伊强调中部是上关键的政区，所以会用尽所有困难来争取中部选民的支持。伊也再次呼吁，希望民众伫1月11投票迄天会当返乡投票，有关投票率。面对对手韩国瑜批评，伊除了是三军总司令，也是盟军总司令，蔡英文认为唔通替国军军生笑。不要把这个国军的事情拿来随便做文章、开玩笑，这是不好的哈。那我也了解，韩国瑜市长老是说我是这个网军的头吧，哈，这个我要在这里讲，这是一个错误的说法啊。那网络上确实有很多年轻人支持我啊，但是我做的不对、做的不好的时候，他们也批评我啊，把他们说成是网军，这是不公平的事情。蔡英文表示，国民党家己所成立的盟军，抑过中国的盟军，韩国瑜从来无评论回应过，对盟军无应该有两套标准。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也连赶分家南三地，甲党内立委候选人同齐扫街拜票，以呼吁选民一定爱守护台湾的自由民主。咱台湾和中国上界无共款，就是咱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伊是一个专制独裁国家，所以咱台湾人民几十年来好不容易所建立的民主的基础，咱会继续去守护，咱绝对袂当退步，变做第二个香港。赖清德强调，民进党这摆大选除了总统爱连任，国会一定爱过半，而且分家南的区域立委也爱红不让。这摆是守护民主的重要选择，不是互地方派系带来好处的选举。希望选民会当目睭闭福金，选出心目中上好的候选人。记者综合报道。有周刊甲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也讲，伊捌申请专机要去移民加拿大。下晡受访问时阵，伊唔拿否认，也强调讲，因规家拢是中华民国的国籍。若准有选调，也查到伊有2个国籍，伊就袂来辞职。伫咧关键主题风波了后，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佮去互周刊表消息，捌伫咧2017年申请移民加拿大。毋过后来伊加入高雄市长选举了，就无结果。下晡伊出面接受访问的时阵否认，佮强调讲，因规家伙全部拢是中华民国一个国籍。我只有中华民国的国籍，单一的国籍，全家人也都是单一的国籍。即使选上总统，都必须要辞职。所以这个可以接受所有的公平。再重申一遍，如果有诽谤的、伤害、妨碍名誉的、妨害选罢法的话，我们一定会依法提告。做一个无我、无私、无力的领导人。引起争议，还有积极竞选广告。但手脚伫咧影片内底支持韩国瑜，和网友讨论甲真热。有个人正面看待，嘛有人批评。韩国瑜希望大家用更较快的心来看单手脚对政治人物的表态。若是针对最近真紧张的中东局势，韩国瑜是呼吁政府要赶紧把应变的措施做好。最重要是台海安全，所以国防相关安全部门要确保两岸之间能够稳定这个局势，绝对不可以有任何风险存在。我想政府部门必须，尤其现在执政是民进党，必须要赶快做好因应措施。毋过选前只是上后尾的时间，花莲立委的选情是真紧张。韩国瑜甲张善政初次伫咧面册开直播，甲花莲县长市政围攻政策。因为市政委因翁就是花莲无党籍立委候选人卜坤基，叫外界质疑讲，敢是你偷偷甲卜坤基斗相共？我支持是泛蓝最有希望击败民进党立委的候选人，那位是什么人？大家都心里非常清楚。
就算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提起张善政爱支持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毋过张善政若像无啥要紧，就是要支持上有希望打败民进党的候选人。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看亲民党的新闻。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把握时间，伫台中用车队派票。宋楚瑜也讲，当时对中部摔落来，这回要对中部爬起来。伊也批评国民党的高层甲马英九，甲党产乱飞，说对中国扑扑塌塌。选前最后时刻，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登过头一次车队扫街拜票，连续2天选伫中部。宋楚瑜抢讲中台湾的支持，表示当初是为遮搬落去，慢慢为遮重新徛起来，搁较要换回民众对着老省长的记忆。而讲到最近前总统马英九积极在互选，宋楚瑜炮火全开。马英九，你应该公开的向大家说，贱卖3中的钱到底到哪里去了？把这些国民的党产都送到哪里去了？到现在为止，为什么国民党发不出薪水，但是买办荷包里面满满的？宋楚瑜批评真侪国民党的政治人物都是两块买办改赞，见到对方的官员就压甲真低，搁我批评马前总统，连个赞美3中之外，嘛要将党产的问题讲个清楚。随后讲到年金改革，要拿伫好法来检讨，嘛要把年金改革的钱找倒转来。不是没有钱啊，国民党过去把国产变成党产，党产变成私产的钱，把它找回来，那不就是这些年金改革的钱都有了吗？把民进党贪腐的这钱找回来，我们年金改革的钱不是都有了吗？宋楚瑜表示，甲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分头来揪政党票的声势，未来伫国会买来合作，强调家己只有做4年，要来打破那里对决的态势，而批咱打力的炮火真猛，像讲千来甲千零的支持甲认同。记者台中综合报道。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伫下晡也在台北造势，将鸿海董事长郭台铭率改变行程，加入民众党及家人造势队伍。柯文哲表示欢迎，也针对着包括就伊的前总统陈水扁有公开互选的行程，感觉真无奈。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的扫街行程，台北头一站对北门出发，因为伊认为这是伊做台北市长头一任期，上看到政绩。主要推出市政牌来稳固伊的民众党选情。伊就伫柯文哲回访台北市的同时，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雄雄变更行程，加入民众党伫家人的拜票行动。柯文哲对此表示欢迎大家来。人家来帮忙你，你还底下就不要再挑三拣四了吧？哪要给你倒沙缸，你就讲谢谢安就好了，你还挑三拣四的干什么？我是希望整个第三势力极大化。这样的话不会被一党独大或2党去独大，大家都不要过半，这是我跟柯市长共同的目标。郭台铭头一摆派着民众党的大家规来拜票，相当引人注意。伊沿途向民众争取支持，要甲郭家军的高虹安送入国会。不过选情之夜，郭台铭甲柯文哲2个人是毋是同台，双方拢无着机要讲答案。另外对着前总统陈水扁最近积极互选，柯文哲讲保外就医无用安尼，遭到陈水扁反击，讲柯文哲讲话无公信力。柯文哲讲实在毋知要安怎讲。我没说他怪蔡英文，我就说2016年那时候刚上任的时候气势最强，你知道，就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嘛。你这个法令在那里，那些，哇，我觉得这样的政治问题也不要法律解决了。会想跟那个阿扁总统说什么吗？我然后是无言以对啊。柯文哲认为，既然是保外就医，就应该爱遵守，敢若对陈水扁的行为只有2字无奈。记者综合报道。鼎新集团的董事长魏永昌因为偷蓝牌油的案件，被判刑啊，合并执行4年8个月。最高法院伫初二驳回控告。魏永昌在今仔日透早也到北检报道，说伫要立家进前，申请暂缓执行，所以来也互检方驳回，落尾也决定讲伊爱封关。关于今天的执行，其实魏应充先生有16个字，希望能够向社会大众还有各位媒体转达他的心境。那他的心境其实就是以诚待人，以正做事，上天淬炼，逆增上元。最高法院我们非常的遗憾，没有勇气能够查明事实的真相。那我想这样子的一个判决，对于所有从事法律工作的人来说，都是一个警讯。为什么我们在司法会变成这样子一个没有遵守无罪推定的原则？
韦永昌的表情真震撼，行入北检的时阵，甲顶回被全龙棒球队真请影的形体，实在是真无共款。这回敢若有朋友甲律师陪伴伊。韦永昌因为日前由的身份无清楚甲写出来，被判早期处在定罪，爱关2年。后来是关1年8个月了后假释出来，可因为鼎鑫集团的乌有事件，贪污新钱超过1亿。最高法院甲判5年9个月，2盒也合并执行，爱关4年8个月。伫咧金门县议长洪稳定的罢免案已经完成第1阶段的人事了。金门县无党籍的立委候选人陈聪刚特别飞来到台湾，去到中选会，将600多份的罢免提名人名册交予因。中选会查了后，若是无问题，就会进行第2阶段的人事。陈聪刚也强调讲，这回罢免案甲选举是无关系，是因为议长无看重民意，故想要起10亿的议政大楼，民众才会甲伊人事罢免。议长，人民最大，罢免议长。手提抗议的标语，阁有高高一塔的罢免提议人名册。金门县无党籍立委候选人陈聪刚甲助理2个人，一个落飞机就走去中选会，提交罢免提议书，强调金门县议长洪稳定的罢免案，甲政治阁有选举无关系，是议长就任以来拢无顾民众的心声，无审议书才会发动罢免案。一意孤行，要在这个金门。最有这个保存价值的最有生态的一个莒光湖来兴建这个议政大楼，而且要花费那么多10亿以上的预算那么议长用个人的意志藐视民意，常常在开会时不理会，开会经常2分钟就结束这个议程。中选会正式受理陈聪刚的罢免提议书，强调依选罢法规定，会伫25天内完成查核提议人名册。若是查核无毋对，就会当启动第2阶段人事罢免程序。不过人事人数的户定搁较悬，需要6300人以上人数。最后的罢免案投票，需要原本的选区选举人总数1/4以上，算落来上少需要15736人投同意票，而且同意票要坐过无同意票，才会当成功甲议长罢免。因为现在有几个罢免案都在进行，还是要看就是说整个查核的程序的进行。全国头一件县议员兼议长的罢免案正式启动罢免程序，中选会强调一切按选罢法办理。不过中选会手头的罢免案毋若金门这件，高雄市长韩国瑜罢免案目前当进行25天，提议人资格明确查核，强调2个罢免案到时阵会陆续进行。若是金门县议长洪稳定。针对罢免案，到今拢阁低调无做出回应。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防止中国武汉的肺炎传来到台湾，疾管署也针对武汉直飞台湾的航班进行定期检查。疾管署也表示讲，有通报2个个案，其一个是验到 H3N2 的流感病毒，另外一个当日检查也先甲隔开。另外，流行感冒也真严重，台北市卫生局也讲，华航的服务人员有21个去检到 A 型流感，华航也要求员工若准发烧，就要家己伫厝里隔离，唔通出外喂互别人。流感疫情继续伫拖，进前传出有民众透过卡华航服务的电话想要改机票，毋过等30分钟，所以拢无人听。进一步去柜台问，才知影讲服务小姐集体得到流感。现在就是一个流感的好发的季节了，其实它是比较容易去做一个感染。如果卫生习惯刚好就是说没有保持良好的情形下，是很容易造成传播的了。台北市卫生局表示，这件集体流感是发生伫咧12月30到1月初5，总共21个人得到流感 A， 有发烧的同事拢伫咧厝隔离，目前也阁继续监控到1月13。若是无新的个案，就会当解除监控。若是华航嘛已经进行卫教的宣导，而且提供喙암酒精。阁有保持室内通风等等来避免疫情扩散。华航表示，目前敢若剩6个同事伫咧厝休困。除了国内流感疫情变质，中国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的个案，到今已经有59例。疾管署7月阁公布，台湾发现2名符合通报定义的个案，其中1个人定期检疫有症头，已经验出 H3N2 的流感病毒，另外1个也阁伫咧检验。那因为他有符合旅游史，有去过武汉，有发烧，又有这个呼吸道疾病，所以特地再去做采检啊。那目前验出是 H3N2啊，所以现在也已经回家了哈。那另外1名昨天通报进来的啊，那他其实是在12月21号有去这个武汉这边旅游。
因为武汉肺炎疫情的关系，疾管署嘛针对武汉直航入境班机进行定期检疫，嘛伫咧国际甲小三通的港口全面提升警戒。目前正咧处理甲武汉不明原因肺炎来做第5类法定传染病的项目，若是第2期了后，拄到怀疑的个案，就会当强制隔离。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屏东有一位原住民，伊用咸剪掠着保育类的动物拉里，互警察发现了后，却因为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吃官司。不过最高检察署也认为讲，原住民拍拉毋是要骂人，就爱受到原住民基本法的保障，提起非常上诉。伫咧顶个月，屏东地方法院经审该判无罪，不过专案也当上诉。拍到拉布罗山，屏东遵义乡的细片原住民自细汉得到长辈学拍拉，也毋过1802年，伊用咸剪掠到一只拉里，被警察发现。屏东法院以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判6个月有期徒刑定案。最高法院认为适用法令有误，发回更审，搁改判无罪。原住民族基本法是在野生动物保育法之后所修正，且原住民族基本法已将自用行为列为非属非法之行为。又原委会及农委会也认为自用之行为非属非法之行为。被告是1802年被起诉，屏东地院审理了后，伫1807年判6个月有期徒刑，会当换扣罚金，因为无伫期限来上诉，专案定案。也毋过最高检察署发现，认为原住民族基本法允准基于自行拉保保育动物，提起非常上诉。被告知影被判无罪，也感觉当初被上法办无果阁无助。纯粹器材也在我那个叔叔就跟我讲说，这是动物的受精，他就说放看看，我们在回诊的时候顺便寻那个陷阱，就看到有洞啊。我家里人也不懂法律，然后我自己也搞不清楚啊。被告表示，当初4月中前才汇得出刑期换扣罚金的18万，并且真长时间毋敢上山阁拍拉，真欢喜最后原住民的受拉文化受到保障。律师也甲伊讲，若警方无阁上诉，就会当领回罚金。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社会局有查到2件无牌灵母违法顾囡仔的情形，其中有一个是伫伊的家己厝内顾8个囡仔，不过环境是太过热闹，也无够安全。社会局也甲伊罚6万块，也提醒民众设立无事本有牌灵母才有保障。所以即摆收几个啊？2、3、4、5、6、7。无，那边没有。社会局的人员今日日无照李某的厝内面，发现有几若位的幼儿，拢摕伫无铺软垫的床板顶面。现场竟是空间真小，设备嘛无好。同时，社会局的人员竟发现牛奶管仔顶移动的用品嘛拢无洗杀菌，这已经是严重影响受托孩儿以及家长的权益。而影影算算的，总共有8名严重的超收。台南市社会局是开罚6万块。那这个8名里面有6名是3岁以下，那有2名是3岁以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严重违法的超收，它等于是一个非法的机构。根据社会局的调查，这名李某是无照，嘛毋是幼保相关的科系毕业，嘛无受过李某的训练，收托是已经有2档的时间，收托的费用是逐个月6000块到1万块不等，甲一般合法定期14000块较低，借厝来吸引家长。我们市区是大概14000左右，那这个应该是家长用比较便宜的这个价格就交给保姆。那另外就是它的安全跟卫生也是会让人家很担忧哈。就是家长如果要送托婴幼儿，我们还是觉得应该要送到合法的这个保姆或是托婴中心是比较安全、比较好的。而另外一名李某是无办理合法的登记，但是有李某结婚的证明，嘛收托一名幼儿，开罚6000块。社会局是呼吁违法的收托场所，家长是无法度领取补助，幼儿嘛无投保，安全以及品质拢有疑虑，嘛尽量易产生纠纷以及虐待儿童，家长的选择就要较认真。记者王正云台南报道。伫咧去年底，台南嘉义地区落几啊，这个大雨了后，佫出现大日头，造成菜头、马铃薯、甲培灵仔拢开始咧烂。在今日透早，嘉义县政府的农业处到新港看损害情形，有农民讲，这款的损失恐惊免想要过年啊。马铃薯的叶仔连日甚至是烂去，嘉义县新港乡的农民原本打算伫过年后要收成的马铃薯，因为去年年底大雨的关系，即马损害袂少。
1,800我的本啦。伊收会当收偌济哈？啊，你都爱顾会水啊！你像这个水会当收3栋外，啊，你袂水就是无够本钱啊！你像俺都爱了钱啊！即马也无2两以上的人就唔啊安尼，伊就唔敢采收，就唔收啊。安尼就爱了啊，1分地就本钱可能爱了10000外块啊。今仔日上午，嘉义县农业处会同相关单位来到产区勘查，了解实际情形。农事处的人员就表示，新港地区马铃薯种植的面积有300多公顷，初步有发现水箱烂根的状况。我们刚刚现场挖的话，它的根系大概都是已经有腐烂，所以可以看到它地上部大概都已经萎凋，然后叶部有腐烂的状况，那会影响到后期的产量。嘉义县农业处表示，目前已经知影菜头、培林啊、甲马铃薯拢有受到水伤的状况。农委会嘛针对嘉义县当局先开始办理菜头损失的天然灾害救助办法，而其他的作物嘛会伫统计了后，过来向农委会争取补助。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水分明。日本伫2016年发生一桩新地种爱安养院的杀人事件，造成19人死亡，26人受伤。经过3年外的调查，初步头一摆伫横滨地方法院开庭审理，嫌犯是当场认罪，说随来起笑，也因为无法度继续甲伊审问，也该对3月16日才会对这个案件进行判决。根据着世界卫生组织的公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出毛的疫情已经是全世界上界严重的地区了。对去年正月到今，已经超过6000人来死亡，是感染着伊波拉病毒死亡的3倍。为着要防止继续有人来过往，WHO 也表示讲，需要募着更加侪资金来给因做预防针。等台主预防针，刚果民主共和国毛啊疫情继续扩大，全国26个省份拢已经沦陷。世界卫生组织7号表示，自去年年初疫情爆发以来，已经有31万疑似感染毛啊的病例，死亡的人数突破6000人，会当讲是伊波拉病毒疫情死亡人数的3倍，是目前全球上严重的传染病疫情。Wakati wanakuja tunawatunza kwa bure, kwani tumepewa dawa na vitu vyote kwa kuwatibu ama kuwatunza bure. Kwa siku tunapata zaidi ya watoto 3, 5. 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甲世界卫生组织去年9月启动了一项紧急注意防射计划，目前已经有超过1800万的5岁以下囡仔注意防射，也毋过有真侪偏远的地区注射率也是真低。WHO 表示，资金不足是上大的问题，目前总了2760万美金，也毋过也需要4000万美金，将注意防射的对象扩大到14岁儿童。ya suluba inaua watoto na inaharibisha ngozi. Ndio maana na mimi nimleta hapa watoto wangu 6 ili wapate vaccine. 毛是传染着真强的病毒性疾病，感染的人大部分拢是儿童。虽然大部分的患者拢会康复，也毋过可能会并发肺炎、甲脑炎，甚至致使终身残疾。虽然有安全有效的疫苗，2018年全球也是有超过14万人死伫毛，其中大部分都是5岁以下儿童。WHO 也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公共卫生体系真足，医疗机构正受到武装分子的攻击，加上粮食不足造成的营养不良，民众防疫意识不足，拢加速了疫情的扩散。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澳洲的森林野火究竟烧偌快呢？是有3个台湾遐尼快。警方也发现讲，有的所在导火竟然是有人去放火，会甲这24个人起诉。另外，澳洲的网球球公开赛无要改时间，会正常举行。雪梨港湾大桥、雪梨歌剧院，伫咧烟雾当中，就要看袂清楚。澳洲野火烧掉面积已经要1000万公顷，差不多是3个台湾。大火烟雾毋但造成当地严重空气污染，佮飞到12000公里外的南美洲。对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的卫星影像，会当清楚看到烟雾已经飞到阿根廷的天顶。阿根廷气象局表示，这块烟雾是对风面系统由西往东刷来。智利气象局嘛讲，透早了会当看到日头跟反红。We can't pretend that this is something we've experienced before. It's not. It's the concurrence of events. 新南威尔斯警方初六发声明，这届澳洲野火有部分是人为放火，14个人面临起诉。去年11月展开调查，183个人涉嫌，其中有40个人是青少年，因分别违反消防法令、乱弹昏头、放火、危害生命，造成205台森林火烧，面临的处罚对罚钱到上重关25年。
澳洲网球公开赛20伫墨尔本开始，墨尔本嘛受到烟雾的影响，引起球员烦恼家己的健康。前世界球王、目前世界排名第2的球星乔科维奇嘛建议延期。不过主办单位澳洲网球协会表示，大会离竞赛场地数百公里远，比赛会照常举行。I don't really care about the praise too much. I just think. We got the ability and the platform to do something like that. 澳洲球星红河者坏小子的科尔吉欧斯，伫这个月初伫咧布里斯本比赛时，嘛宣布要捐钱救灾，佮流目屎呼吁各界关注。科尔吉欧斯来自坎培拉，伊表示故乡的天顶即马嘛有大火烟雾飞过，看到有毒的空气伫咧全世界拢有，伊感觉真艰苦。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关心到台湾甲国际情势，为着要应变伊朗的情势，国安会在今仔日中昼召开国安首长会议，针对着高会期人员以及着台海安全进行讨论，也规划应对方案。也伫会议结束了后，随向总统蔡英文报告。伊朗情势继续上升，国安会在中昼召开国安首长会议，正式启动国安机制。这场会议由国安会秘书长李大为主持。外交部陆委会、国安局、国防部、甲经济部以及财政部首长针对高会期人员供应、甲侨民联络、甲保护以及台海安全动态来进行讨论。相关的部会，要进行一个相关讨论，包括说，我们接下来能源安全以及供应的相关的问题，然后以及台海相关的安全动态，然后国防部各单位呢也都有紧密的掌握之中。总统府发言人讲，各部会评估后续可能发展，会议大约进行70分钟，结束了后，随即向总统报告。而伫能源供应部分，中油表示，咱国原油进口来源有5成来自中东，会继续关心上升的国际情势，来调整进口的比例。国内的油品的供应的话呢，因为有60天的安全存量，我们会持续关注这一个情形呢，并且采取分散油源的一个策略。中油讲，面对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国内油价也有反起的机制来减少冲击。而受到美国、伊朗紧张局势影响，华航甲长荣针对航路进行调整。华航讲，飞往欧洲路径较偏北，未经过伊朗甲伊拉克领空。飞机部分在中东甲印度飞欧洲航点，该最近土库曼也是沙特阿拉伯领空出入欧洲。长荣航空声明，飞往欧洲航班无经过伊拉克上空。台北时间1月8号早起6点开始，所有来回欧洲航班撇开伊朗领空，改由其他航路代替，飞行时间未增加超过半点钟。记者综合报道。选举的日仔伫要到咯，小党也当咧变成声势。前总统陈水扁在今仔日伫邦加龙山市替一名一个行动党求票。另外，前北农总经理吴音玲同款伫龙山市替台湾基进党徛台。立党甲时代力量是做伙捍卫婚姻平权，也谴责安定力量是咧消费同性婚姻，会互时代抱抱孙的歧视言论。离党票只剩3天，前总统陈水扁最近一直有动作，唔但替候选人徛台、电话拜票，车牌也搁特别警伫咧10点10分，代表一边一国党的党号到龙山市参拜邮票。伊搁较加炮火上尊前总统马英九，指控2002年富邦金控和台北银行合并是马英九所做的政治决定，也批评马英九涉及特别费的案件去互判无罪。不过伊家己国务机要费却去互判无期徒刑。伊也对2004年319枪击案，马英九讲这是陈水扁自导自演的讲法，爱马英九就爱到新民的面头前就抓。马英九，你若不落啊无，共这个所在你来就线，讲你无，安尼看你敢不敢？同款伫咧龙山市另外一边替台湾基进党徛台拜票的前北农总经理吴音玲，是对一边一国党表示祝福。像万华、台东侵略的选区，也靠西代表市长郭文铁所传领的民众党。咱即卖就是看破就好啊。看破讲，即个政党民众党，即个政党无啥物达理咱期待咧。绿党和时代力量不分区立委被提名人郑慧文和王婉如也共款共台，谴责安定力量党和部分的国民党候选人在北京南挂同性婚姻，会互时代破袂着孙的布条，强调保卫婚姻平权的决心。我们要严正的谴责继续在扩大这种分化的人。那如果你的孩子是同性恋，你要做的事情是选择社会的
未来投下你的一票，让你的孩子能够是同志的孩子，也能够生养。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路走来始终捍卫婚姻平权、捍卫性别教育。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觉得重要的事情，我们未来也会持续坚持努力的去做。随着要登票啊，小党抢选票，也替家己的阵营选情加温，拢望讲在咧最后关头会使得到选民的支持。记者阿敏金张玉水台北报道。咱人人拢是知识分子，拢有读册功夫。面对着假消息，千万唔通目睭激注注。选举伫要到啊，各种的假消息拢风声放映。真有人讲，中选会会提供无正确的订票工具，互你的选票变废票。中选会在今仔日也召开记者会，说明正确资讯，也请民众唔通乱传乱讲假消息。订票的工具两边拢会当使用，当伫咧纸面顶会当看到遗线甲人字边的花草。啊，毋过网络面顶煞风声讲中选会提供无正确的订票工具，敢若一头有人字边，选民若是订唔到，就会变废票。这款的消息伫咧人民册出现，中选会册备召开记者会反驳，发声讲要甲选举时阵贿选、搅拌，啊，有选举的假消息，这三种无好的物件拢除掉。贿选、赌盘以及选举假讯息。选举无师傅用钱买就有，代表以前贿选赌盘会影响到选举的公平性。现代台语，选举无师傅，网络左右生就有。面对网络的假消息，伫咧选举的期间四界出现，中选会承认讲比过去更较严重。除了搁一届强调讲是独立机关，会用公平、公正、公开的态度来办选举。投票进前嘛会电视空的投票箱啊，若是负责监票的监察员，嘛是搁党派推测出来的。啊，毋过也是起哄风声讲行政无中立。中选会表示，总共有128件的假消息已经去用以上法办。有人质疑选票的计票系统已经动过手脚。投票所的工作人员无预警被撤换，以方便作票。有特殊的油墨，只要盖特定号次就是废票。针对面册第一届伫台湾成立正正式，预防选举假消息渗透社群平台，中选会表达支持，做伙维护大选公开透明。另外，刑事局嘛抓到涉钓的嫌犯伫咧人民册买奖团，台北恶棍内底发真侪届假消息来攻击韩国瑜。在台北市查获散布总统、副总统韩国瑜候选人假讯息、粉丝专页，查获张姓嫌疑人。警方查到一个姓张的嫌犯破文，指控韩国瑜是东吴英文系夜间部的学生，而且佫是空喙部籍的候选人。啊，毋过韩定也提出东吴日间部的毕业证书来澄清，所以警方伫咧问询了后，才违反妨害名誉、加重诽谤、总统、副总统选罢法等等的罪嫌，甲人上班。记者综合报道。有人讲，这回青年选票是真关键的一部分，伫咧这个拜六就要来举行咯。不过，真侪大学当咧期末考，也有人已经考煞，也有人爱考到拜五才当登记投票。由台大、台师大、台科大这3间学校的学生会所发起的回乡投票列车，拜五暗头仔会对台北出发，大约会送9000位学生登到因的故乡投票。下期末并考试，学生讨论题目加作答。拜六特别总统甲立委选举伫这进前，试拢考完了吗？还没，明天最后一科。明天最后一科。对。啊，你也是。对，我们同班。对。还没，还有1-2科。接受访问学生内，多数伫拜四考完全部的科目。这位住伫台中的大学新医生讲，一考完就要坐高铁转去。第一次投总统，而且这次又比较刺激啊。觉得自己一定要回去，啊！大选拄好拄到期末考，教育部长潘文忠讲，相信各大学会伫大选前完成，让学生有充足的时间返乡。多数应该都会在这个阶段完成这个相关的期末考试就我所了解，很多的学校甚至也都让相关的一些这些安排能够让我们教职员工学生可以顺利的去返乡在已经发函提醒学校爱确保学习权益甲行使公民权。潘文忠强调，相关的作业已经真久根据中选会统计，一摆首投组达到118万人，为了协助少年人投下决定未来一票。台大、台师大、台科大3校学生所发起的返乡列车，拜五尾仔6点外，将为台北往东西部各发出一班列车，保证西线会当公拢袂完第二阶段9号截止，因为座位会当分段，估计将有超过1000位学生坐。记者综合报道。
虽然讲选举真重要，台湾的治安安全也是真重要。过年特别到啊，上惊入境的旅客会到非洲地这扎入来。今日透早，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也去到松山机场视察。过年期间会增加300位的检验人员去斗3工，也呼吁饲猪场若要用喷去饲猪，就要用高温煮过，若无会罚款200万。国际航班的托运行李一落地，就要先进行电工检查。旧历年过年要到啊，台北松山机场继续严格检查旅客行李，就算为非疫区日本来的旅客，相关行李嘛要100%检查。我们这边就是可以做到托运行李100%，然后旅客的行李就是手提行李的部分也是100%的。旧年过年期间，了中国是非洲地这疫区，今年台湾是要面对着周边11个国家拢失守啊，边境检疫的工作压力大增加。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表示，过年未休困，会增派300个人力投入，嘛搁一摆提醒旅客千万唔通带猪肉制品来送礼。我们的火腿，包括我们的香肠、我们的腊肠，这些的腌制品里面，如果有非洲猪瘟的病毒，它是最高的传染风险，因为它没有经过高温的蒸煮。除了边境主委陈吉仲更加呼吁，过年期间7000多场饲猪场一定要做到喷高温行过才会当饲猪。环保甲农政单位会继续来稽查，若查到违法，因为已经修法，会提悬罚金，第一届罚3万块，上当会当罚到200万。记者林正文、吴亚宝 SNG 小组台北报道。台湾伫去年5月成做亚洲头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就算有法律介入支持，真侪人也是唔敢公开家己的身份，亲像是军人、警消人员，唔敢讲出嘴，何况是举行婚礼呢？不过最近有一对警消人员伫今年登记结婚，也要请人客路，咱也做伙来甲因祝福。一张一张风格简单优雅的结婚相片，每一张拢笑甲真欢喜，互因迎接结婚的好心情拢看得出来。2月18号在早上的9点，会在台北市的一个户政事务所做结婚登记。新北市消防局并开分队的林正芬，家己国人市警察局工作的伴侣陈明义，两人恋爱7年。期间林正芬为着高阳起步救灾的创伤症候群，感觉真痛苦。也毋过伊伴侣一直陪伴在身躯边。尾仔两个人去年10月决定，2020年要行日礼堂。救灾的时候，以及我男友在警察在做这一个刑警，当发生了意外，就是我的男朋友是对我最亲密的、最紧密的，可是他却不能亲属。当我真的有一天出事的时候呢，那我该怎么办？虽然讲台湾在去年5月通过同性婚姻专法，不过军警甲消防人员选择公开出柜的比例较低。像去年11月3军联合军礼，原本有3对新人报名，尾仔开始退出，所以这回两个人的警消新婚结合，真受外界关心注意。光我站出来这第一次，我就被抨击了很多，被一些言论给打败了吗？没有被人打败，我只是平常心，我享有人类结婚的一个自由而已啊。唔惊网络上的口水，林正芬希望家己站出来宣示结婚的代志，演好更加多军警消防人员更加勇敢，追求属于家己的幸福。记者综合报道。那讲到摕台湾的护照，到底有好用也是真歹用呢？台湾英国有一间民间的顾问公司，将全世界各国享有免签证的国家进行排定。日本是连续3年排第1名，摕到191个免签证的国家，是全世界公认上界好用的护照。那咱台湾是有146个排伫咧第32名。顶部桥办护照，大港排队人拢真多。根据观光局统计，107年个人数过超过1664万人次。摕台湾护照到底敢无方便？大多分辨就答案是肯定的。台湾目前还是蛮好用的，目前没有碰到困难，还蛮方便的啊。因为曾经去过几个国家是不用签证。英国顾问公司逐年拢会公布亨利护照指数，根据各国免签国家数来排名。调查全球上好用护照，按今年上好用护照，只有日本摕到冠军，有191个免签证或者是落地签。新加坡以190个免签国排名第2，南韩、德国排第3，有189个免签国。台湾以146个免签国排名第32名。
亚洲国家马来西亚排名第13，有178个免签国；香港有169个免签国，排名20，拢伫台湾头前。不过中国印尼有71个免签国，排伫第72名。社会富裕啊，我们的这个出国的人哦相当的多，在国际间的活动的表现哦也都是相当受肯定的。那我想那个政府还是继续在跟很多国家协商，所以这样的一个免签国的数量哦，其实还可以还有机会继续来往前增加啦。学者分析台湾护照的全球排名，先无伫头前。按过台湾经济社会力强，民众旅游的素质高，受到各国欢迎。若毋是受到中国打压，免签国会更较济，应该是未适合咱盘。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伫宜兰打溪翕大鸟的时阵，发现讲有一只乌面大飞，介上去互鸟鼠打夹掉。也因为乌面大飞是1级的保育类动物，伊随通报宜兰县的农业处来处理。不过人员一挖紧的时阵，乌面大飞随飞走。农业处也表示讲会继续找找这只乌面大飞，希望会当互伊早日解脱。伫咧冰晶的水面上，一只乌面大飞拢无咧震动，啊，毋过斟酌来看，伊的只脚有小可无正常。民众佮甲镜头刷较挖咧，发现讲原来这只乌面大飞脚有拖一个铁虎。那飞起来我就看说奇怪，为什么脚上好像有抓着个东西还是哪样？因为我们远看是黑黑的，后来我们用拍照用的那个大炮镜头看，是一个捕兽夹。记录影像的王先生讲，原本伊初六早起来宜兰打溪翕大鸟，想袂到所发现有乌面大飞去互铁虎夹掉咧，甲其他鸟仔自由伫飞比起来，这只乌面大飞拼死想要甲铁虎用掉的模样，互人看甲真毋甘。因为乌面大飞是1级保育类的动物，伊嘛随通报相关单位来处理。啊，毋过农业处的人打挖过，边个鸟仔去互惊到，就连这只乌面大飞嘛对咧飞走。那如果有可以靠近它的机会，或有其他发现可以做处理的机会，我们都会一并做处理。王先生表示，这是伊第一届看到鸟类去互铁虎夹掉咧，认为讲政府应该好好管制，目前农业处甲相关单位拢继续派人伫咧附近敲找，希望讲赶紧会当替这只乌面大飞到3天，甲铁虎处理掉。记者综合报道。南投信义乡的梅花是开始要开路，而且会愈开愈多，花期大约是7天到10天。另外，在南投德山的三林溪樱花也开始开甲满天红，要看花民众就等一几日啊。纯白色梅花拢开啊，看起来是真水，规个山头敢若落雪。南投信义乡的梅花最近是大开，这几天吸引真侪民众来赏花。信义乡农会表示，去年受到暖冬甲欠雨的情形，花况无好，影响收成。而今年到这阵已经开了超过6成了。除了我们柳家梅这边之外，目前盛开的还有雾松轮，还有外平顶，这个都是目前花况非常漂亮的。内地南投的三林溪有民众会翕到这款的画面，这的山樱花甲基水樱已经大开啊，粉色红烧花，互民众讲实在真水。因为以往春天才开花樱花，这阵在过年前就来报道了。目前山樱花跟枝垂樱已经盛开，那数量最多的春寒樱跟这个雾社樱，估计2月中旬才会盛开。以往梅花花期集中在12月到第2年的1月，而樱花大部分是在2、3月。即阵拢斗阵在1月初的报道，花期拢延后也是提早情形，民众讲是真少看。而专家表示，梅花甲樱花对气温是真敏感，甲前几年的花况无好来比较，推测是经过休困期了后大爆发。就是慢慢在储藏水养分，多一点，那水分多，让它慢慢1年2年，那之后，假如说你营养特别好，可能不用1年2年就那个啊，如果是在2、3年。需要的那个养分要多一点，或是要储藏多一点，那可能2、3年、3、4年这样。专家表示，梅花樱花休困期大约有2、3年的周期，在这段期间内累积养分了后，加上前几天东北季风报道，温度甲湿度配合，互花拢大开了。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做广告，唔但爱开钱，也搁爱激头脑。不过，清大的团队开2年时间，开发 AI 广告生成技术，和 AI 来协助影像加声音的粗配，就当省真侪时间。接触演员部分的5官特点，互听塑造一个，马上变做几啊张。具有相关特点的稀释人面，这种技术会用来自动生成广告。图片或者是描述，他们预计投放的 context 就上下文，我们利用我们的生成的 model， 还有音讯处理的技术，帮他们找到符合时事，而且呢吸睛有创意的一些商品的。
Google 并且这平台兴起，加上即阵员工每一个人拢有手机，互伫线上所谓广告真做重要行销工具。科技部清大研究团队用了2年的时间，结合深度学习、讯号处理甲社群分析这技术，互电脑生成多样化的广告词句，而且进前甲新创公司合作，协助广告改善。结果业者 App 软体一度拍败 Gmail， 冲上苹果 App Store 的台湾区，免费生产力工具第1名。广告投放成本节省将近1半，连那影像甲文案，就连声音部分也突破。电脑他听了同一位唱歌人唱了80分钟，任何歌手的唱腔，然后可不可以把他的歌词跟替换成是一个什么样的歌词？那这可能会衍生出一些法律问题。但是我觉得这总有办法做一些回避的。用音乐资料库训练 AI 听音乐甲人声，并且进行整合，会使有人声搭配特定的音乐，也使降低业者找人广告时间成本。不过业者也坦白讲，技术研发了后，发现可能牵涉侵权这疑虑，所以讲也伫研究阶段。只有 AI 技术是愈来愈新，是咪法度代替传统的广告能力？学者认为，广告制定有真侪关键知识，所以讲短期来看也一段时间。记者综合报道。行动学习已经是新趋势了。台师大张俊刚教授有做一个分段互动教室，学生只要有会当上网的手机啊，无就是电脑，伫咧上课时阵随时会当回答问题，反映一寡想法，也当做一种无共款的课程活动。恭喜答对了。伫网络顶面查资料，用乒乓选答案，显示伫头前的荧幕内底。行动学习已经是趋势，但是一间智慧教室爱开真侪钱，嘛毋是大家老师拢会晓运用。为着这件代志，台师大科教所张俊干团队打造分段互动教室。这个第一个题目呢，是一个选择题哈。你如果答对呢，我给你20秒的时间答；如果你答对呢，我给你20分哈。它的界面非常的简单易用，所以我都跟我的学生讲，就是说，如果你去当老师，你只要在你课堂上用1次，你就熟悉它80%了，因为它手机版简单易用。唔免掠 App， 还是电脑软体，学生使用会当就网的手机啊，还是平板入去网页，就会当操作。老师出题的时阵，学生有文字、图、表情符号表达想法，系统会自动整理分析，嘛会当因为安尼来了解每位学生学习的状况。你可以发现，其实学生也很想回答，可是学生因为可能是我们文化的因素，所以他不太会主动哈。可是，一旦用到这个系统，你会发现所有学生的 idea 全部都跑出来，还好。张俊干指出，系统就算4年外，全球已经有超过5万的师生注册，超过50万道的使用记录，而且开发15种语言版本。目前台湾中小学也阁禁止学生上课时阵使用手机啊，但是伫新北甲台中，真侪学校运用自由课程，未来嘛无歹拄会建立题库。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清查要安怎安排？来看气象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13度到23度，中部地区对15度到25度，南部地区对17度到27度，东部地区对15度到25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12度到23度。一个未来3港气象。新闻的最后也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嘉豪，马上跟的时间咱再会。